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泽龙小组的玉祥，感谢赞美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跟我的太太淑芬在7年前第一次走进教会，就是我们富强教会，参加第2期幸福小组受洗。7年来，因着主的怜悯，靠主刚强，顺服主的带领，至今所领受的恩典。7年2500个日子，要在10分钟之内讲完，非常赶，不会像吃饱老师一样开车用冲的。107年，在真理总诊所看医生，因为人很多，就晃到我们教会门口，就在门口看到一张海报，你要幸福吗？那时候是我们的幸福2期招募，就幸福招募就是在邱玉组长这一组里面哈，跟那个我们西道组长、西道长老，他招募 best， 有没有谁不要幸福的举手一下？没有嘛，大家都要幸福，我相信没有哈。这时候谢牧师刚好就走到教会门口，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他就跟我说：“这是我们有一个聚会，可以让你更认识我们基督教，认识神。”就邀请我来参加，然后就介绍我认识夏牧师，然后后来就把我交给西道长老参加他们这一组。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聚会，在西道长老家。在温馨这个见证的时候，看着这些照片真的很感动啊！非常感谢在照片里面每一个同工带领我们8个礼拜，让我可以深深的认识主，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些辅长跟同工所有的热情。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每一次的见证分享，我都想说：哇，怎么这个人生那么长？如果是我走得过来吗？可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却因着主的信仰可以走过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感谢主，在我认识主之前，我的生命并没有遭受我所不能承受的苦难，所以同工都跟我说：你非常的幸福，因为这是特别的恩典，没有遭遇极大的挫折跟苦难，却能够受主的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我跟我的太太就成为第1代的基督徒。我们的下一章就是我们在107年12月9号受洗那一天，我们幸福2期受洗，我们小组有非常多的人受洗。这是我们第2个生日，大家这么告诉我们。那天拆礼物拆了好久，拆了半个多小时。其实不瞒各位说，在受洗的当下，我还在想说，这是真的吗？反正被骗也没什么损失嘛。而且看一看这些见证分享的人，看一看都不像是诈骗集团啊。所以我今天肯定的告诉各位，是真的，因为神的大能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受洗就是新的，所以我要过全新的生活。我的生命需要调整。首先，我对我老婆的态度要更谦卑、柔软，对孩子不再责骂，不再限制他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就努力学习、鼓励跟赞美，就是为他们祝福祷告。将所有的一切忧虑都交给神，我相信神就会在其中动工。这张照片是小组家人到我们家去做祝福祷告。我感觉我们家造了一个金钟罩铁布衫，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平安，而且我们家里的气氛非常的好。我们夫妻自从受洗以后，吵架冷战的时间大幅缩短，真的很开心。信主真的很不错。那当然，我们也会时常去了解自己的缺点，去认错，去悔改。那太太似乎也在神的爱中，也变得柔软了。感谢主。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接受长官有说离家升迁的机会，那我就在想，要不要？这时候小孩其实都已经大学了。这时候我们在聚会抽到一张恩典卡。神对我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章9节给我很大的勇气跟鼓励。但是我想说，我算什么？为什么神会眷顾我呢？但是我跟我太太就选择信服主的安排带领，所以就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但是得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一家4口首次分离全台湾4个地方，各自生活。那我分发到竹北，我每个礼拜五下午下班就搭高铁回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然后礼拜天主日晚，礼拜一一早再搭高铁上去上班。这样平静的过了4个月，我发觉我太太怪怪的，她有分离焦虑症。那我就想说不行，我还是得把她带上新竹北，所以我就开始在竹北找房子。那一开始找得很不顺利，因为竹北大家都知道，竹科在那边什么都贵，一间套房要1万2一个月，我的主管加级都不够。那后来在6家教会刚好有秋玉姐有认识6家教会的人，他们就帮我介绍。我记得那天我们去找房子那一天是下着大雨，有4个6家教会以诺小组的伙伴带着我去找了2间房子。那觉得这个房子非常的好，大家撑着伞，其实全身都湿了。那个晚上我永远都记得，我非常的感动。那我觉得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一个家，它不仅是3房1厅1卫，还含管理费、含停车位，1个月也才1万2，跟一间套房一样。我在那边住了整整的快4年，感谢主，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在竹北的家，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组内的一家人，不会因为认不认识，只要是组内一家人，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帮忙。下面一张照片是我北漂4年以后，其实我有一点，那时候第2年，其实我想说，我们那时候有4个选择，有一个嘉义，一个竹北，一个板桥，一个花莲。这4个职缺为什么长官没有安排我最近的嘉义？其实隔年0823的嘉义淹水淹了7天，我才知道说，后来自己的工作排山倒海而来，我才知道神的心意，原来竹北是 No.1 的选择。感谢主。那到了竹北之后，其实就接下来这疫情。那疫情，因为我们在竹北有一个安定的家，那儿子也在中央大学念研究所，那女儿毕业以后也做实习，然后要参加教师的甄试，不管是初试、复试，我们都在北部完成。那也刚好我们在北部，所以在北部就很就近的可以处理这些事情。那这时候发生了2件事情，一个是我的儿子，他念研究所，本来找到一个教授已经讲好，就是当他的指导教授，结果一开学的时候，那个指导教授说我已经收满了，抱歉，你去找别人。我儿子就非常沮丧，说没关系，我们就把他带入祷告。后来神给他安排是他们系上的第1名师，是就全系的权威，而且系上的第一个攻读就是给那个老师的学生，就是我的儿子。感谢主。我女儿她很认真的读书，她也很希望说能够考上特教老师。虽然她刚实习完，她就出生之犊不畏虎，笔试进前40，要录取20名。口试的时候她是哭着出来的。她说，知道那个口试委员跟她说，你凭什么那么年轻？你凭什么那么有自信？我就跟她说，你就回她啊，因为我准备好了啊，我就想要当一个好老师啊，也只能安慰她。放榜的时候很开心，他得到了第10名，也正式的录取台北的老师，现在在台北工作，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那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遭遇这些挑战的时候，神总会在我身边安排许多的天使跟天军来守护我们？那也谢谢我们下一章。在北漂的这4年当中，其实我们小组家人都对我们夫妻不离不弃，他们持续的为我们的忧虑来期盼跟同心来祷告。也感谢主，我们所有的祷告几乎都蒙神垂听。那我在工作场所上，因为我刚信主，其实不了解很多，但是我也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分享给我的同事，也让他们感觉很温暖，也感受到神满满的爱。那这是小组家人到新竹北去看我们，一起去看，司马库斯，就是我们上帝的部落，我们一起去泡美人汤，一起去享受客家美食，去内湾，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些小组家人跟我们一起，度过北漂的那4年。那再下一章就是我们北漂这4年结束了。要结束前，我才发觉说，原来孩子
研究所毕业了，也顺利找到南部台积电的工作，女儿也毕业也考上老师，等于我在北部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让我回到台南，回到好山好水的曾文水库这么美的地方。我相信神有另外一个心意，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希望我回到我的家乡，为我的家乡来服务。但是其实过去的5年来，台湾南部有3次的干旱，各位如果有印象，每次来主日的时候，谢牧师在结束的时候都问我说：“水库水有没有多了？有没有多一点了？”相信大家的代祷，神会赏赐我们足够的春雨秋雨，真的没有错。自从我去了以后半年，就开始干旱就结束了。特别是水库在去年持续满库半年，这是创曾文水库建造52年来的第一次。而且我们在今年1月21，如果大家还记得大埔地震规模6.4，就震央就在曾文水库。我们的曾文水库安全无虞，好，没有任何溃坝的风险，也挺过这次的灾害。那在下一章我们也看到，在凯米台风。在去年的凯米台风，我们一天放了2亿多吨的水。我们怎么去决定要放这些水？我们除了要紧盯气象预报、降雨、路流量，我们要审慎操作，不能让下游造成淹水。我心里更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重着为王，直到永远。阿们。再下一章，今年4月。我差点接受奉派到花莲的工作，本来长官要叫我到花莲去。如果是去花莲，我今天已经退休了，因为我没去，后来去的人那个人在前几天退休，因为工作量真的大到难以接受，心脏病发。我们也去做了抢险，去做了铲子超人跟堤防超人。我相信神的心意一定高过我们的意念，我相信他不会对马太安。虽然我们知道还有2亿吨的土石堆在上面，我们会努力的让在光复也好，在万隆也好，这些乡亲伙伴大家都平安，这是我们的责任。好，结束了支援马太安，是我自己的岳母，她突然吐血，然后排血便送到新楼医院。那医生研判是12指肠溃疡出血，就一直去输血，可是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止血，也没办法进食。那医生告诉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所以叫我们要心理准备。那这突如的状况，我们其实是很担忧的。我也谢谢区长跟邱玉组长都很关心，还有牧师也关心我们。那特别是刚好在医院有遇到俊志长老来妈妈的病床前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非常的安定。让我们心非常安定，特别是连看护都是基督徒，他也非常的照顾妈妈。那很神奇的是，当我们决定不再进行无效的输血的时候，前人安宁照护了，也安排好妈妈后来的身后事了，奇迹出生，妈妈的血止住了，真的很开心，连医生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只告诉自己，这应该是神迹啊！我相信神愿意给我更多1个月的时间，让妈妈跟她最爱的家人、儿子、女儿相处，然后我们互相的道爱道谢。虽然1个月后妈妈也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会在天家重逢，因为这些离别不是把人带走，而是把我们带到更靠近彼此的地方。7年来数算不完的恩典，我是感谢主，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的家人朋友跟我脚所踏的地方。我们一起走北海道，一起到报佳音，一起去东京玩，跟所有小组大家一起做服事，不管是幸福3期4期到今年的幸福9期，我愿意一生跟随我的主耶稣，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谢谢大家，我的见证分享就到这边。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那在一起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头安然居住。我们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站立。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用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有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生中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间是非常长，除了那一份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更珍贵的是我们愿意为我们家人牺牲，为我们家人付出爱。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但是我们相信，跟家人的相处不单单是只有重视时间的长短，我们更看重的是家人之间那无私的爱、信仰与灵命的增长。所以今天的祷告会是一段珍贵的时光，我们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所以每个家庭的组成都是上帝最美的建造。我们家庭的氛围、家人的互动的相处、家庭的属灵关系，每一件事都是需要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当中去守望。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家人的平安跟健康来祷告。不论有病痛、内心有捆绑的，在这个时候，不论你是坐着
不论你是站立，不论你是大声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家人的平安跟健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可以来为我们的家人的身体健康来到你的面前，代求这个平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家人身体上的疾病，或是我们内心的烦闷，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愁苦忧虑。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施恩怜悯，医治我们每一位家人在身上的一切所有的疾病，让主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常有喜乐，让我们乐意同心来照顾身体软弱的，叫主的爱成为我们彼此的力量。主啊，虽然我们有压力，虽然我们感到辛苦，但是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有时候会缺乏信心，在罪的面前我们会变得软弱，我们会有许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生活被搅扰，导致我们的身心里没有这样一个好的平衡。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我们每一位所爱的家人都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去领受那生命的粮，叫我们的信心看到那已得着的恩典，心里就有那平安的确认。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我们亲自来掌权，让我们在这当中有学习经历你，按着你的心意赐给我们最好的福分。亲爱的主，我们要把所有的忧伤伤痛都交给你，求你医治恢复我们每个人的心。虽然我们软弱有残缺，但是我们的神是创造那独一无二的真神。父神，我们每个人需要痊愈，无论是过去的创伤，或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身体的病痛或精神压力。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寻求你的医治，你的医治会让我们每个家庭的成员更加的完全。我们也恳求神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医治，让许多人因为这个见证能够站起来行走，好让我们带着从你而来的荣耀来服侍他人。我们确认，在任何身体病痛的苦难，你必看顾保守，并带领我们在一切的境遇当中得胜有余。我们必不灰心，不丧胆，跟随走这属天的十架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家人的关系来祷告，无论是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所有的亲友的互动的关系，我们求主降下这样合一和谐的灵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家人的互动关系，我们大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你，谢谢你看顾我们，保守也让我们所有的家人的互动关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主我们的心，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家人当中，主啊是和谐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看顾我们，哈利路亚。这样的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怜悯的心，更有彼此互动的心，来照顾家人彼此。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的互动的关系来向你祷告，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家庭都有神你祝福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互动，不论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有神的爱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同理心，我们有更多的陪伴，我们有更多真诚的爱，让我们家庭那美好的关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支持。亲爱的神，求你用纯净的真理来审视我们，让我们与家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你赏赐给我们温柔、爱心跟耐心。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常常把最真实的情绪
表达给我们最爱的家人，却忽略他们也是需要被和颜悦色的来关心。主啊，我们必须要把你摆在首位，因为若是没有你，我们的心中只会留下批判跟防卫。因为没有你，我们对于纯真的亲密感就会存着恐惧。因为没有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缺少根基的。我们期盼透过神你的同在，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关系，每一段关系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属灵香气的人。在这里，我们求你赐下合一爱的关系，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你也是我们关系当中的桥梁，必与我们时刻同在。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让我们懂得彼此包容，彼此体谅，彼此分担难处，不会在言语上争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冲突跟误解当中，我们学会了饶恕，就像你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使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避风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爱跟接纳当中成长。主啊，共同生活在你的祝福当中，祈求那圣灵的时光时时的提醒，让我们全家人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享受从主而来的喜乐跟平安。我们希望在这里奉你的名宣告，你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主，我们愿意将家里的所有主权交在你手中，你掌权在其中，祝福也必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自己还有我们家庭的属灵生命，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属灵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黑暗的权势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被挪去。主啊，我们希望你现在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庭的属灵生命，我们大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谢谢你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在看顾我们，主啊，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个家庭，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将这一切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上。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时候为了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属灵生命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们，都是我们身为父母的角色，我们会用智慧爱心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认识你。求你用你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如果是身为子女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来尊荣我们的父母，并时时为我们的父母来经历、来敬畏神、来祷告。以弗所书第6章第12节说：因为我们征战并不是对抗属血气的，乃是对抗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亲爱的主，我们俯伏敬拜来赞美你。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家庭，作为我们所有家人的保护。我们将一切生命中完全毫无保留的降服于你。我们恳求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家庭当中，有主来坚决抵挡所有一切撒旦的作为，使他们阻拦我们家人的祷告生活，所有的拦阻一切都挪去。我们指向那永生的真神来祷告，拒绝任何的撒旦介入我们的祷告当中。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宣告神你的一切的旨意，成我们家庭最重要的依靠，让我们每天的家庭生活都是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细致和节制。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家人都迫切地寻求神，学习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每一位家人都明白神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位家人都选择每天活在神你话语的亮光当中。天父，我们在选择顺从你，与你相连结，求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位家人都得以看见生命当中你那喜悦的面向。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家人当中来动工，洁净我们，除去撒旦一切可以攻击我们的根基。我们恳求我们每一位家人都成为你的儿女，并欢迎圣灵你所有的一切美好的服事。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我
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心。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谢谢你。神的经纶，神的一片，神的传讲，哈利路亚！主啊，为我们未信的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来祷告，将那些还没认识你的家人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开福音的门，柔软他们的心，让我们所有的家人都可以渴慕认识你。求你使用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打属灵的征战。你是那得胜的君王，求你将一切的拦阻、败坏、谎言赶出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赐下你的救恩，让我们全家都可以得救。主啊，有时候我们在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发现我们是忽略了自己的盲点，求主能够赦领我们那属灵的骄傲和对未信家人的批判跟论断。求你的话语让我们谦卑，主啊，求你亲自来动工，修剪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能看重你所重视的，让每一位未信主的家人可以看见我们的改变。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加倍的智慧，能把你的喜乐带给我们还没有未信的家人，从他们开始认识你，能够被你的爱吸引，能够愿意多加的认识你，拣选我们的家人成为你的儿女。求你亲自在他们的心里动工，撒下福音的种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我们接下来要为着我们家庭的经济稳定来祷告。也许我们在工作上，也许我们在事业发展上会碰到许多的拦阻，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主有我们同在，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庭的经济稳定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父神，乐意用恩典来祝福我们，为是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盛，因为我们知道信靠你的是有福的。虽然因为大环境的经济的不稳定，许多的产业受到影响，让我们生活真是充满许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确信你都知道我们目前的遭遇，因为我们相信神，你可以翻转最艰苦的环境，叫我们得益处，并且使自己得荣耀。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你有能力去重整那一切，为我们恢复我们失去的工作，我们的财务关系，我们的所有的盼望。求你能够为陷入家庭经济危机的家庭来显明，你正紧紧地拥抱他们，并在他们的周围安排可以帮助他们度过所有难关的人。求你供应他们及时的需求，让他们信靠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啊，我们知道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你尚且养活他们，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你都知道。我们在这里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是信实美善的主，投靠你是有福的。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需要都没有缺乏，反倒有余。求主掌权为我们开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最后，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为了我们教会的会友，还有许多的家庭，不单单是为我们的家庭。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相信，在身体有被病痛，或是我们内心有忧伤捆绑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为了我们的云平老师、我们的义珍姐妹、我们的国伟弟兄，为了我们的阿春姐，为了我们的怡芬姐妹，求主你真正赐下医治的大能。也为我们失去家人而哀伤难过的主内弟兄姐妹，也为了我们的一方姐妹，为了我们的一慧姐妹，为了我们的雅慧姐、恒毅弟兄、启智弟兄、建胜弟兄、子琳姐妹，求你能够降下所有的平安跟盼望在当中。
也为着正处在生命低谷、被黑暗权势笼罩的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在国外打拼事业、转换跑道，他经历很大的压力。有些是碰到意外的弟兄姐妹，主啊，如果我们没有提名的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了，求你在这一段时间，你特别提名为这些人祷告，因为他就是神所爱的孩子，他就是我们主内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主啊，我们在这里求大家开口提名，为这些人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特别为了求你许成多绩是来保守姐妹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看过他们所有的一切。主啊，求你能够帮助他们经历过这个黑暗的时光。主啊，你就是那黑暗的亮光来看顾他们。主啊，求你，谢谢你看过他们我们受伤的心灵。主啊，谢谢你。你圣灵是与他们同在，圣灵是与他医治哈利路亚，感谢你，他们能得到完全的医治，内心能得到完全的释放。亲爱的天父，在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所认识的亲友、所有的教会的会友来代祷。主，我们常在人生的低潮当中，我们选择了抱怨跟回避，甚至是远离神。但是我们确信，神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你的带领，就是我们身处在黑暗中的亮光。我们在这里求主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重新得着力量。我们希望神你的圣灵同在，来提醒我们在盼望中仍然可以有喜乐，即便我们眼前有患难，神你仍然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持续来祷告，来持守信心，因为主你在我们背后运行的手是不停止。我们相信这个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信告。每一次的祷告，主你都看在眼里，我们所有的等候都不会白费，因为神你的应许总不落空。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再来唱《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在这荣耀圣洁中，荣耀圣洁中，求你让今天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你扬起脸，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们谢谢刘太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桂香，那我目前在新楼医院。那我也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是到新楼医院那才开始认识主。那感谢主让我参加了就是我们刘院长他的启动幸福小组。那参加了幸福小组我们聚会是在王惠鹏医师家。那在他家聚会的时候感受到就是王医师还有美娟姐，然后还有我们院长，然后还有进军副院长，还有台安秀香他们的服侍，
让我很感动。那也透过他们的分享，其实在新楼医院我已经慕道很久了哈。那时候王医师带小组的时候，其实我有跟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如果真的受洗了，我应该会在富强教会哈。感谢主，那我觉得教会就是上帝也为我预备哈，我真的在富强教会受洗。那在参加完幸福小组结束之后，我就跟我们副院长说，我决定我要受洗了哈。那在过程中，其实受洗之后，我也一直在想说，其实在幸福小组那时候的服事让我其实很感动。那受洗之后，我自己也在思考，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我可以在教会，我可以做哪些服事？那因为我工作也忙，那目前也还在念书，也有在学校上课，所以也想说，我能做什么这样子？好，那今天很开心，在这个跨年的时刻，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教会服事的学习跟成长。好，那其实在过去就是在这几期的就是服事的过程中，那真的要感谢上帝，因为其实对受洗之后，我也想说，我该怎么去学习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那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要透过什么方式？好，那感谢主，就是让我参加了中保代祷，好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在这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就是自己其实是自己成长最多，因为在祷告中，其实虽然看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些服事，不过在那过程中，其实也让我就是让我去重新在比如说在工作上，好或者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其实也都就是透过为人祷告，然后还有就是在祷告中自己也学习成长。那其实刚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祷告1、祷告2，还有就是紧急祷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应允，然后还有同工。那我刚开始1、2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1、祷告2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祷告是不是我不会祷告哈？然后就是一直就是重复这样子。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是下个礼拜来，我就是换我轮到应允祷告哈。那我很感动的就是，我在为祷告1、祷告2这些同工在祷告的时候，应允就是有应允他们就是得到上帝的回应这样子。那其实我开始也学会就是为这些就是得到应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开心。那在这中保代祷，其实我从49期开始参加，那会选择礼拜6早上，是因为我礼拜1到礼拜5其实都很忙。那因为我在麻豆工作，回到台南大概也都很晚了哈。那我又是一个睡眠品质超好的哈，其实我是可以秒睡这样子哈。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礼拜1到礼拜5回来，然后照祷告室，我应该就是睡着了哈。那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是把我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与上帝同在。所以其实礼拜6是我最黄金的一个，以前我都在礼拜6补眠这样子。那我就下定决心，好，就是因为礼拜6也是我比较可以就是空出来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礼拜天可能也要上课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持续就是从49期，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还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好，那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子。好，那我们会为着很多的一些事工来祷告，然后也会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些需要。那当有紧急的一些就是祷告事项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我们祷告团队。好，就是就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也会去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看到他们就是状况变好了，或者他的身体变好了，其实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我觉得教会我们就像一个家哈，那其实我们彼此就是都在一起的，那我们也彼此就是会去为大家祝福，然后就是会关心这样子。那在这服事的过程，我觉得改变我就是最大的，其实就是被神扩张，因为以前可能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只想到自己就是就是会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我的框框大概就是会想自己。那现在其实透过祷告，然后我也是觉得从祷告中，神给我很多的学习，因为就会就是在这过程中，我会去为别人着想，然后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换位思考然后我其实就自己内心反而是更宽阔的。那其实这个我也在就工作上也是这样子以前发生事件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单位那现在会去思考说其实就是有一些状况我可能会去为其他人来祷告，然后会用不同的就是思考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满满的恩典。那在过去就是我可能遇到困难，我也会很焦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以前可能有时候最顶多就是找同事诉苦这样子觉得诉完苦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这样子。那我觉得受洗之后，其实当然就是还是要努力啦就是比如说我们要预备的评鉴，我要努力把它做好。那其他我真的没有把握，我就交给上帝这样子这是在就是在这服事的过程中学习到。那在服事在过程中真的是在富强教会，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温暖很有爱的家那大家彼此扶持，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那像我们密侦小组他们的一些服事，其实我也很想参加，可是因为我回来都很晚了然后其实我有时候看他们在群组的一些照片其实也觉得很感动，然后他们都很愿意这样服侍。那除了教会他们还到就是麻豆，我们就是那个一些家里为这些长辈让他们有一些温暖跟祝福。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就是很温暖的家。那我的工作就是我目前在护理之家，那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也都会到我们教会，还有牧师这样子，那也给长辈很多很多的爱所以我们除了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也在社区走到社区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我真的是一颗感恩的心那在祷告中，其实以前就是我都很不可思议说那么多牧师，还有就是我们的长老，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执事，他们要接受很多一些负面就是一些负面的就是事情我就想说，那他们怎么去消化那我觉得这从祷告中我得到答案就是其实我们也都在为牧师，为我们这些就是执事我们这些团队，我们所有的事工来做祷告那我想这满满的恩典就是都是上帝的带领，那也是上帝给我一些就是学习的一些机会。那透过这样的学习，我觉得我有成长。那希望我就是可以越来就是在服事这个工作可以越来有越多的一些服事。好，那以上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桂香督导了他很美好的分享。那我以前在医院有带，礼拜三早上有去带他们10楼的秘书室、人事室，还有护理部的小组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渴慕哈，很感谢神透过院长的幸福小组，他是院长第一个果子啊，感谢主各位很辛苦哦，我们要到12点哦，现在才10点啊。不过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圣殿当中，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为教会祷告。那教会不是这个美丽的建筑物哈，教会是指我，是指你，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祷告，就是要为你自己，为我来祷告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建造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会刚强起来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将自己在神的面前献上，自己为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也将你自己成为一个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你我从胸来焚烧，恩膏是你，爱才称赞我。每个人都被神所呼召，来建造上帝荣耀的国度。你要问我们自己：你期待上帝使用你，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吗？阿门。你有期待你自己成为人的祝福吗？阿门。所以我要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为自己受选召来到富强教会来感谢，为上帝能更新你有属天的生命，提升你有属天的眼光和价值，求上帝使用你，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心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到自己受召来到面前来，要为富强教会，求你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生命，被你所建造，被你所使用，也就让我们给你眼光，给你生命在你面前，给你生命建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天赋。我们要相信，要赞美你。再次来自献上自己为祭，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主耶稣面前的祭坛，神国度的精兵。
时候，撒旦也在动工。然后我们要有属灵健康的生命，才能堵住那撒旦的攻击。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同心来为我们教会来祷告，除去教会中所有的争竞、嫉妒、结党不饶恕、批评论断、骄傲自义、自怜苦毒的灵，让我们人人愿意投入服事，彼此看为宝贵。让我们各牧区、各小组、各团队彼此为生活合作，特别为我们的属灵领袖、为牧师、长职、区长、小组长和团队团长来守望祷告。撒旦的攻击目标，这就是这些首领，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守望祷告，并开口同心来祷告。谢谢。再过不了多时，我们就要进入50禧年了。我们2年前就开始为我们这个年50禧年来预备。我们有许多的同工花很多的心思，不管在硬体在研讨会上，我们就2年前就精心来预备。我们特别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庆祝而已，而是透过这些的研讨会、这些的预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神荣耀的充满，同时能够祝福我们长老教会的众教会。你期待我们的富强教会得以复兴，充满神的荣耀跟能力吗？这时候我要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为我们过去49年来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恩典献上感谢，为我们50禧年所有一切计划跟事工来祷告，恳求上帝的荣耀与能力充满我们的教会，复兴的火持续燃烧，一代接一代不止息。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教会，我们为献上感谢，所以说我们求你的帮助，我们在50禧年这些计划当中，所以说你的恩典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你荣耀你的能力就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复兴火能够持续一代接续一代。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要谢谢你，有荣耀，有富足，主，我们将你。所以说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召聚我们成为你所爱的富强教会。所以说，我们为你过去在我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丰盛的恩典献上感谢。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最好的牧者和属灵的前辈，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在教会即将迈入50禧年之际，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祭，一起高举耶稣基督的旌旗，迈向合一的宣教。求你的荣耀和能力持续来充满我们，让复兴的火持续燃烧，让我们一代接着一代永不止息，向神奔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
过得非常快，就像2025年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还有13分钟，因为12点那个时间是不会停的12点到就要敲钟所以我们时间要赶一下，因为等一下还有很精彩的节目所以我这段时间本来要很长的时间20分钟，现在只能剩下10分钟很快的，我们要为国家、为世界祷告，只有10分钟，对不对他们比10分钟，为国家、为社会祷告。来，我们看一下今年台湾有什么灾害台风，这个华嘉夏台风这个造成马太安溪，刚刚那个玉祥秀有显示就是那个燕山湖溢流，然后造成很大的伤亡然后有很大的财务的损失，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大灾难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大家感同身受吧。7月份造成我们南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影响，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修复的那时候造成大停电很多的损失。然后再来1月份有一个大地震大埔的地震，造成很多县市的建筑物然后受损特别是台南地区非常严重，经济损害非常大。这是台湾在今年的大灾害。我们看一下台湾以外还有世界全球3大灾害，第一个都是洪水这个那个印尼苏门到现在就是10月一直到12月初，这个洪水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灾害，然后有好多人流离失所第二个这是南亚的洪水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害。再来非洲有大规模一样是洪水灾害，奈及利亚等等地区造成了非常多的基础建设的损失这是那个整个的洪水整个城市被淹没好多人死亡流离失所非常多，这是世界的灾害。第三个，今年3月缅甸的强烈地震，造成缅甸地区甚至泰国孟加拉地区很大的地震，有5000多人罹难，有很多人受伤，然后有很多的损失在世界这3大灾害我想透过这个我们了解说，今年确实有非常多的天灾在我们当中。除了天灾以外，全球有5大战乱，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这边都不讲了乌俄战争大家都知道苏丹的内战，还有加沙走廊那边的战火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缅甸内战，造成了很多地区很多百姓的伤亡，很多的经济的损失，世界动荡。那台湾呢？台湾是怎么样呢？这里经文说，你们要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在马太福音24章，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这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我想这个是耶稣他的预言，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当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并不是世界末日，只是耶稣要来的一个前兆。我们正在经历这些。台湾的处境怎么样？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最大的困难是在对岸中国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一直到最近一样，飞弹在我们四周围一直在轰炸，造成我们很多的一些压力。这是我们台湾的处境，我们要很清楚的去面对它。接着马太福音在那边讲说，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当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这样的危急当中，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我们要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等候耶稣，等候耶稣的到来，等候末日的到来。所以我们开始为几件事情祷告。
第一个，我们为世界祷告，为全球的和平止息战争的祷告，求神止息一切的战火，医治、修复这些受伤、受害的这些地区。第二个，我们为受天灾影响的地区来祷告，求神能够救援这些，然后帮助重建，能够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第三个，我们为全球的疾病疫情来祷告，求神来抑制这些疾病的扩散，让医护人员能够有效的来控制这些疾病得到公平的分配，医疗的分配。第三个，为迫害中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知道有许多地区的基督徒是受到迫害的，那求神能够兼顾这些弟兄姐妹的心。第五个，我们为普世的宣教、福音的广传来祷告。我想，唯有福音，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人愿意来传扬这样的福音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世界各地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灾害所面对的困境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医治，求神来释放，求神来翻转。我们开口来为这样事情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世界各地的所面对的困难灾难，我们现在祷告。神啊，求你这个时候亲自的来医治，亲自的释放你的能力在这个地方。主，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因为战乱的关系因为天灾人祸的关系而造成了许多的人的流离失所。神啊，求你怜悯，神啊，求你医治，神啊，求你帮助这些地区，让他们有更多的盼望，更多的希望。特别让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我们相信这些国家，他们这些领袖，他们只要能够认识这位神，他们必定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翻转。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为台湾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为教会、为国家的领袖。为政教的合一来祷告特别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个对立求神能够化解这样的一个纷争跟对立，带来公平跟和睦在我们当中。我们为社会的安全，为人心的得到医治来祷告。我们知道最近有许多的一些无目标的一个攻击无目的的一个攻击事件，随机的攻击事件，造成人心的一些恐惧。求神能够赐下安慰在这些家属，医治受伤者，求神除去暴力跟仇恨的源头，赐下平安警觉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中。第三个，我们为两岸的关系跟国防的平安的献上祷告，求神掌权台海的局势，能止息一些军事的紧张，赐下真正的和平在我们当中。我们为天然灾害、为环境保护来祷告，特别2025年有许多的风灾地震造成的许多的影响，求神帮助能够灾后的重建，能够恢复土地的一个生养，唤醒我们环保的意识，避免过度的造成过度的气候的带来的灾害。第五个，我们为台湾的教会复兴来祷告。我们相信各个地方的教会只要愿意高举神的名，让更多的百姓因为这样子来认识神，我想神的翻转必定带来这个台湾整个地区的翻转。所以我们开口为台湾地区的献上祷告。这样父神主，这个时候为台湾献上祷告。神啊，求你赐下你的赐到我们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所有的就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有怜悯的心，知道有如何用神带给他们的公义来治理这个台湾，带领我们国家我们现在祷告。主啊，特别为我们两岸的关系献上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掌管台海的局势，执行军事的紧张的威胁，帮助我们可以得到台湾的事物，感谢赞美。特别为他们的教会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整个台湾的教会，让整个教会都可以高举十字架，在各个地方能够成为真的能够让黑暗的时代能够看见有耶稣基督的亮光，有盼望跟平安在这个当中。还有是我们感谢你，还有是我们不止来守望祷告，我们更应该要为这个世界的地区做，让我们更多愿意投入这样子的事情。
诗篇126篇说，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要欢喜。耶和华，我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河的河水复流。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回来。我们常常在为国家、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或者说我们好像祷告好像没有改变些什么东西。其实我是认为，只要神他一出手，很多事情都可以完全的翻转。我们再怎么增加国防预算，都没办法跟对方抵抗，唯有神翻转。我想神会翻转大陆整个的情势，因为耶和华要行大事。我们中国人是闪的后代，在秦朝之前，我们中国人是拜一位神而已，他也称为上帝。在亘古的时候，中国人所拜的祭祀的方式，其实跟圣经记载的是一样的。一直到清朝以后，纳了很多的外教来拜了很多神以后，整个就堕落。我想神要翻转这个世代，特别要从中国翻转，中国翻转，台湾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要为耶和华行大事，我们要来赞美他，因为他必定要行大事在我们当中。不管世界的局势，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耶和华必定行大事。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耶和华行了大事。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我
们为新的年，我们来苏醒，我们祝福祷告。哦，神啊，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年，带给我们新的一个翻转，带给我们新的看见，带给看见神啊，形成新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哦，主啊，翻转我们的国家，翻转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更心意更新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让我们可以啊，让你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方。让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新的一年仰望在神的手里，特别将我们的国家，将我们这个世界仰望在神的手里，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献上一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